酒友們，平時有冇飲開 Burgundy 嘅酒啊？今日 Wine So Funny 帶你認識一位 Burgundy 人稱阿婆嘅傳奇女王 La Louise Lilloise。佢今年已經94歲啦，仲係咁硬朗，簡直係活生生嘅傳奇人物。故事要由1932年開始。La Lou 出生喺酒商嘅世家，老豆 Henry Lilloise 係酒商老闆。1942年仲買咗 DRC 一半嘅股權。La Lou 喺23歲嘅時候就俾老豆叫翻去酒商幫手，佢唔單止做得到，仲做得好，眼光非常之犀利，專門收購啲頂級老酒，令到 Manson Lilloise 成為 Burgundy 最強嘅酒商。1974年，La Lou 正式接手家族生意，同時做埋 DRC 嘅聯席莊主。佢任內最勁係將生物動力法帶入 DRC， 幫 DRC 嘅酒質推上神壇。Romanée Conti 可以變成全世界最貴、最搶手嘅酒。La Lou 絕對係幕後功臣。不過1992年發生咗一場轟動酒壇嘅宮廷大戲，當時 La Lou 繞過官方代理，將 DRC 嘅酒私下賣俾日本嘅高島屋，引發咗嚴重嘅水貨問題，損害咗公司利益。加上佢推行生物動力法，要求極端減產，令到其他股東壓力好大。最戲劇性嘅係，最後連佢親家姐都投贊成票，聯手將佢炒咗出管理層。呢件事令到佢一度好心碎，但亦激發咗佢嘅鬥志。離開咗 DRC 之後，La Lou 冇意志消沉，反而全力衝自己嘅夢想。佢收購咗頂級嘅葡萄園，成立咗 Domaine Lilloise 同埋 Domaine d'Auvergne。佢更加瘋狂咁實踐生物動力法，跟月曆耕種，用草藥堆肥，完全唔用化學品。當時仲好多人笑佢搞巫術，佢只係回一句：我唔係為錢，我係為咗完美同埋尊重土地。結果 La Lou 用行動話俾我哋聽，Domaine Lilloise嘅酒質爆燈，每一樽都係收藏家嘅聖杯，價錢甚至超越咗 DRC。依家94歲嘅佢，至今仲會親手落田檢查葡萄，親手剪枝。佢用行動證明咗，就算被踢出權力中心，只要有實力，一樣可以建立屬於自己嘅女王帝國。你哋又有冇飲過 Domaine Lilloise嘅葡萄酒啊？有興趣嘅不妨買支嚟試試。我哋希望做更加多嘅影片，喺短時間之內話俾你聽葡萄酒嘅知識同埋新聞。鍾意嘅記得 like、share 同埋訂閱我哋啊！下次見，拜拜。